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刷来就是连续假期咯，你有按算要去倒位吗？连续假期要去倒位？塞车排队是老街是好食面，千篇一律那真厌气。抑阁有啥物所在大人囡仔拢介意？新眼界来介绍博物馆，互你重新安排这个假期。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家己感觉博物馆的导览老师王惠忠王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北投温泉博物馆的经理廖叶如。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要来请这个王老师来跟咱讲。王老师小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老师这个做志工、做导览老师已经足有经验。老师才做几年12年。12年对这个国文老师退休了，就做了12年你甲咱观众朋友小介绍的，你这个真精彩的这个导览的这个记录。我感觉啦，我入去做导览志工了颠倒比教书的时佫较无用。佫较无用。因为我当时伫3个博物馆咧做。3个博物馆。是。一个是家己感觉。对，有感觉。一个是家己市政府的博物馆。家己市政府，这么就最近这2档3档的代志。无，我同早第一个入的是这个。阮咧2000年就开始啊。2000年就开始。你讲的这是，阮最近得到文化部的资金挹注，所以阮决定改装，重新开幕。第3个入的则是故宫南面。故宫南面咱今仔主题要放在这个旧感觉咱大家我想观众朋友真罕的听过讲这感觉会当去做博物馆。我甲你讲，这个感觉有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世界会吊顶的老师就甲咱介绍一下。就敢若像主持人所讲的伊是咱全台湾唯一一间以感觉为主题的博物馆。过来伊的建筑是全世界唯二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式的建筑。迄个建筑都是放射状的。你看过迄个雨伞无？雨伞骨铁开有无？放射的。这是为着什么原因？这伫1776年的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到18世纪的时阵。因都咁主张讲要用迄个监禁给关咧来代替这个肉刑，所以因伫1829年的时，伫费城开始去感觉的时，因就采甲你单独居间，甲你关几间。较人性化。对但是有人会感觉比如讲我咧导览的时，我拢会问观众讲你若互关，你要选家己一间，还是较一人一间？你爱咁问？对大家拢讲一个一间。我讲你捌去互关过，你才会安尼讲。你若家己一个关一间你会起笑，无人甲你讲话。你若较济关咧，暗时加减开讲。所以这嘛是一种的精神，体验对。是所以同时，因为这个感觉是日本人伫日本时代，1919年甲1922年所完工起的。伊用的是咱阿里山的ヒノキ。迄个年代。老师，迄图片小咱看，虽然画面顶头看。迄个年代拢是迄个红砖所以伊用ヒノキ甲红砖对。另外咱的另外这个就是同原始的迄个大门。但是1930年的时地动，然后规拢放弃，所以1932年个定起的时，迄个时代已经有阿门头伊就去做这型的。有钢筋有红门头。对。而且迄设置也是迄阵时的红空色形式拢无改变，但是就是讲，你看阮这个头前其实遮有一个桥，恁可能看袂出来，因为原来头前有一条迄个大沟有一点那个护城河，有一个迄个护城河的概念，你要经过迄座桥，日本时代伊叫做静桥行，就是讲
受刑人入去用关的时，你看脚骹，你水面的你的倒影，啊，甲你要出监的时，啊，你搁看入面甲出来，你的面容有改变无？哦通常无啥会改变啦。哦，观众朋友你开始有听到这倒懒的感觉无？吼，因为若甲会改变的话，我请问主持人，咱即马全台湾人口密度同悬的所在伫倒？应该你安尼问我一定回答你教教无？但是我若咧问人的时，拢讲台北市、新北市，我讲无伫个感觉，嘿，吼，所以袂使讲拢无啦，啊，无啥会改变啦，吼，啊，伊用的是阿里山的形容器，甲迄落红绳啊嘛，吼，啊，即马咱家保持甲足完整，包括咱所有的咱三排的下房，啊，搁有咱的迄个工厂，因做工的工，迄个场毋是工厂，是场所的场，吼，啊，搁有阮有保留吼一个较早因用的是即个全台湾上贵的马桶，用鱼脑气来做的马桶。啊，要学像用，受刑人用，因为哦，真好，伊下伫个下房，啊透早都爱揢出来，因为阮后壁有迄个农场，啊因就去压肥，啊了后来伫遐清洗，啊迄我那个保留甲足完整的。鱼脑机的马桶，对，所以我拢手讲这，史上最贵的马桶。遮好的台语哦，是咱看起来真好的台语啦。是啊，他说咱等来，你互这个图表吼，这相片哦，大家来看这个什么叫做 Pennsylvania 吼，宾夕法尼亚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图像吼，咱搁讲一摆，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者。这个宾夕法尼亚式的这个建筑吼，伊就是放射状，伊吼你犯人一人管理不了。伊中央台，中央一个戒护台，你只要一个管理人员坐咧遐，伊就会当同时监看这三排的动静，嘿，所以用同少的人力，已经达到你同好的监督效果。迄阵时也无迄个监视器啊。嘿，对，嘿。哦，所以这按伸出去的放射状的叫做 Pennsylvania。Yes。啊，但是这个特殊就是讲，听讲是干那咱家己的这个骨干工。啊，加日本的网罩对，但是家己的有感觉是原汁原味。阮伫遮去，即马搁徛伫遮。日本的网罩，伊是捌火烧过，烧一半了，火拍花了。这个所在因为因的迄个交通的迄个规划，所以搁来拆起来，甲刷去较偏僻的所在。我毋知影主持人有去过无？嘿，是。伊足偏僻对无？嘿，所以伊毋是原汁原味，所以咱会搁较珍贵。哦，咱的颠倒是珍贵哦，对。所以吼，你不管你是家己市民，还是咱台湾徛起的人，你都要知影这家己吼，这已经百几年啊呢。拄啊好，咱1922年完工嘛，今年2022嘛。啊，实在讲吼，我有一个疑问啊，你去来咱人啊去遐内面，你要人倒烂的时阵，你譬如讲你头讲啊过桥的时阵，看这个行吼安全吼。啊！而在内面，你搁甲讲啥物？你讲互咱听看觅。好，来，伊感觉是一个较严肃的所在，啊，有个人嘛有健身，无啥会去遐，所以你都要用较风趣的、较笑开的，你要讲一寡故事，甚至三不五时啊，插两句啊，这个无讲介好笑的笑话，冷笑话啦哈。我但是人去拢真捧场。拢会笑，啊！无你想看觅，阮即个感觉吼，是横跨着室内甲室外。啊，你有当时啊，热人吼，规身躯当寒。啊，你要安怎互人去要对你几点钟，拢寸步不离来听你叨烂，吼。所以你就是爱讲一寡趣味的代志。所以老师，咱若要去这古港啊的时阵，爱有导览员，爱通好行，袂当家己凊彩踅。阮一开始的时，阮就是团进团出。规团入去，规团出来。啊，那比如讲，咱那刷起咧，我的时间就是透早9点半、10点半一场，下晡1点半、2点半一场，吼。啊，假日有加一场，就是3点有加一场。但是即马即几档，即2档因为疫情的关系，阮即马都无导览嘛，就是讲阮志工落去做驻点，吼，阮有3个点尔。啊，恁若来参观的时，吼，像讲我的个性就较鸡婆，较爱讲话。啊，咱就会主动甲人去介绍。无啦，老师捌较侪嘛。啊，人去若有兴趣，伊就会听。吼，啊，若有人讲啊，谢谢，啊，咱就再联络，就是这样子。是。啊，所以这个导览的话，你要甲伊讲，就大家拢有兴趣的时，要问讲，啊，因
当时啊会当洗偌久用洗一摆烧水啦，偌久会当放风一摆啦。我讲这毋是阮咧讲的范围，阮咧讲的是伊的建筑甲伊的历史，吼，所以你都爱讲伊的历史。譬如讲，阮内面嘛有一个卫生科。卫生科嘿，就是咱即马学校拢迄个保健室有无？吼，就是医生，阮迄种含心理病院的家己医生有客用，伊来阮遐住诊。但是若较重的病，伊嘛是爱借户外送。好。所以其实感觉真诶无毋对，但是伊嘛是有做一个人性化的。譬如讲，阮有一个妇育馆，都是女干啦。吼因为咱的法律有规妇幼啊，妇育教育的育，系育馆，育馆嘿。因为迄个查某的受刑人，伊若种讲，譬如讲伊拄啊有心，你要关的时关了，伊的预产期到伊就用借户保外就医，处理1个月，像咱咧坐月子安尼，结果转来，迄时阵你就用申请家囡仔带入来，是讲你到外口真正找无人通好帮你。试一看这个囡仔有符合这个条件，你嘛会当申请把囡仔带入来。你是囡仔就集中伫一个育婴室内底，吼。来，我遮有一张这个相片，吼，这日本时代较简单的一个育婴室，吼。就是囡仔就集中伫遐，吼。较细汉的困腰膏，较大汉的呢就起木马，边有一条迄个三合椅无？咱早期的书桌、册桌啊。伫遐写画图啦、写字，吼。妈妈伫边啊有2块空地，吼，就是因咧做工课的所在。囡仔若枵啦、哭啊啦，吼，妈妈就入去家己照顾。是。所以你都爱讲一寡即个故事，互囡仔听。因为你妈妈老公，譬如讲假生产尔，伊爱哺乳嘛，感觉袂当食介好，是毋是营养无够？阮的管理员拢讲，阮拢嘛为厝人家己榨菜来家己加菜。嘿，有的妈妈若种讲奶水无够，佫无钱头买牛奶粉，大家就家己募捐，吼，将捡一寡，教家内面有这种代志。即卖的感觉，譬如讲，阮会当去参观，感觉，这是阮伫遐做志工同大的福利。恁普通人是无法度去参加感觉的，阮的。典狱长会带阮去参加，感觉。真正即摆咧规范人所以我捌去参观到迄个台中女子监狱。伊的育婴室吼是上新的，足好的。伊迄种定举木伊的么字形的图书摆甲甜，煞来个配备一个保育员帮你顾囡仔。所以老师也会甲你即个经验讲互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听。对。即马个听讲同心的，就是讲囡仔若满2岁，妈妈若出来去钱，伊会个帮你申请一寡补助。在时日时，囡仔会当坐娃娃车出去读托儿所，下晡时4点外就去送转来。安尼囡仔就免规工关伫个感觉，但是伊个已经达到讲暗时要跟妈妈做伙，伊这个目的，所以咱愈来愈人性化。是，老师，你这导览的这过程当中你在这个旧感觉当然因为你对古迹啦、对这个文史你有兴趣，但是你导览了后遮侪年，你家己的这个心情甲感想是啥物？通常啦阮要出去以前拢有一个牌徛咧，伊会讲期待再相会。但是我拢会甲伊讲，这是即马才会使讲。若古早是感觉是一条一去不回头，不再说再见的地方。今仔咱会当来参观这个，古早的是一个禁忌的所在，但是即马咱来甲伊当作用另外一种角度，一种眼界来甲看这个新的感觉。若有少年囡仔来时，我拢会甲因讲感觉毋是干那互你无自由尔。伊同严重的是无尊严、无隐私权。因的厕所、因的浴室，完全是拢透明的。我拢常开玩笑讲因咧工厂拢有厕所对吧？因的厕所透明的无打紧面爱阁向外。因为你若背对着，唔知你咧创啥？我拢会开玩笑，甲小朋友们讲，像这种的厕所
那叫恁小号 OK， 啊那请你们和恁上大号，上得出来吗？小朋友都说上不出来。我讲有两种人上得出来，一种当然是受刑人，他非上不可。一种就是歹势第六人，因为第六厕所无门。到尾啊，我讲到一半时，有一届吼，拄啊两个小女生一直甲我撩到门口讲，阿姨，我跟你说啦，阮即马第六个厕所有门啊啦。所以过来我就无啥甲讲啊，因为咱正好就一交换，迄种人有就交换学生嘛，对，是。所以讲就较趣味的，安尼观众会较有兴趣。所以对着这个古港业内面，对着人权的教育，吼，人的尊严，啊，甲人生的看法，吼，在这内面拢会当做着导览，吼。啊，这大部分拢是静态吗？敢无办过活动？有。阮伫2020年的时，阮就办一个吼旧监光影，都是举行一个摄影比赛。拄啊拢总1362张的相片，啊，透过大家的卡梅拉，吼，啊，迄个光影的变化，吼，和迄个很实白，阮的建筑就水，迄个拢大型的那种木头嘛，吼，然后可以看到古早的岁月是安尼，但是透过这个镜头，咱会看的感觉。都够无共啊！你逐工关伫内底，你看这建筑，你心情是无爽快。但是咱即马来甲看是，就是个另外一种的欣赏的眼光，吼。所以我就拢会甲观众讲吼，真正是歹路袂使行。而且看遮来遮吼，处一心得，歹路唔通行。对，大家来心如明镜。对啊。王老师，咱吼小等下个回头来到底来讨论吼。第二个我要来了解就是咱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的经理吼，这廖经理吼，廖经理给咱介绍，其实温泉博物馆会使讲在全国的这个博物馆的知名度算做有较悬嘛，应该会使安尼讲。可以说是这么讲啦，可以这么讲。尤其离这个积温较近，吼。对。啊，伊的对面搁一个真大家最近这10年来真定定爱去的这个图书馆。北投图书馆是北投图书馆，你甲咱介绍一下，这温泉博物馆这是安怎来？是内面有通洗温泉吗？还是过去通洗温泉？确实是过去会当洗温泉啦。那即摆已经是转型啊，变做是博物馆啦。伊是伫1913年日本时代的时阵，伊是一个北投的公共浴场。那当时它就是一个和洋混合的风格，所以现在大家到北投公共浴场从西侧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楼呢，就是还保留当时日本时期的榻榻米的大广间。那1楼呢，就是砖造的。那尤其是1楼，就是大家都会去看的一个罗马式的大浴场。那现在都还保留得非常的好。那也都是因为浴场是当时在这样一个罗马式的公共浴场的造型是非常豪华的。那所以是当时被誉为是东亚最大的公共浴场。那也在1913年成立之后呢，就陆续在1916年有了这个新北投驿，就是现在新北投车站。那为什么？先有博物馆，先有这个公共浴场，才有这个车头。对，这个车头都是因为较早是有北投的车头，北投车站，但是因为随着北投温泉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之后，当时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有一个泡汤的这样的习惯，那开始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就希望能够交通越来越便利，所以就开启了有了一个新北投车站的这样的一个车站的设立，就方便泡汤客可以来到这里泡汤。那现在当然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也是造成就是北投温泉博物馆每年都有10几万的游客来访。10几万哦。是。那当然疫情期间有受到一些影响，那陆续随着现在疫情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下，就人潮就陆续的回流，这样。是，咱所在吼，咱这个博物馆因为当初时开始开幕进程，伊本来是拍远去，吼，拢完全是无人咧处理，后来是一群小学的学生，吼，甲一个老师，吼，黄老师因来写批，吼，来定情讲这个所在是安怎安尼，吼。是。你甲咱讲这个过程吼，大家来了解讲，这个一个古迹。变做博物馆的这个趣味的过程。
好的，就是这也是北投博物馆温泉博物馆一个比较难得的地方啦，就是我们说它是当时在20几年之前，所谓的社区营造都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他就借着北投国小的师生的努力，在一场乡土教学、户外教学，发现这一栋北投温泉博物馆。那当时还是公共浴场，那因为经过战后，就是开始有不同单位进驻，但是单位又陆续撤出。最贵派出所。对，有做过派出所、中山堂都有，就是也有听过地方的耆老说过说，那个以前泡汤的那个浴场变成社区的游泳池，他们小的时候学游泳都还去泡过汤。对，但是经过这些不同单位他们陆续撤出之后，这个建物就没有人整理打扫，那也就陆续就荒废掉了。那也因为中间过程有不同单位进驻，所以它的建筑物也经过几次的更改。那在北投国小发现之后，然后老师跟社区的居民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希望可以让它保存下来，然后做一个转型。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就变成是3级古迹，那现在是4定古迹，所以就转型成为北投温泉博物馆。那当时因为大家经过社区的讨论，觉得说既然它已经成为博物馆，那希望在古迹的保存上面能够更长久，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提供这个泡汤的服务。但是我们在温泉博物馆的再往上大概100公尺内左右，就是有一个露天的浴场，大家就可以付费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可以去泡汤。先来看看，你有这个感觉啊？这行100公尺才去泡汤啊？对，其实是一个。你甲咱讲者吼，我根据我所知，咱这温泉博物馆吼，春夏秋冬拢有办活动。是。你甲咱小解者，尤其是即马现主时是啥物活动？好，就是跟主持人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北投温泉博物馆没有在提供泡汤服务，但是我们很希望这个北投温泉博物馆的一个成立，因为它带动了整个北投社区的文化资产的保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活化这个古迹？所以我们在4季，就是在夏天跟冬天，还有我们的秋天都有办一些相关的活动。那这个是你对着镜头，咱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在北投办理纳凉祭。那会有这个纳凉祭，是因为在历史上，就是1913年这个公共浴场成立的时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庆典的盛事。那也就是在当时开了这个台北大纳凉会，然后所以就办了这个纳凉祭。那我们就沿袭这个历史的的脉络，然后办理这个北投纳凉祭。那这个是我们利用就是大浴场，然后就是设计了一个艺术装置。那这个是我们在去年设计的一个冰山艺术装置，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在大家透过纳凉祭里面啊，就是介绍北投的好物，就是比如说北投哪里好玩的啦，北投哪里好吃的，然后还有它过去要怎么样到达这个公共浴场，它交通的一个演变。所以就是我们把北投好行、好凉跟好物都可以透过这个艺术装置，那也运用这个浴场空间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跟亲近，就会觉得说，虽然我没有办法进去这个大浴场里面泡汤，但是我透过这个艺术装置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浴场以前的精神。是咱即马现主时，这个季节内面，咱主要这展览是啥物？你刚刚有提这个 DM， 互咱看。好，这个我今天带来的都是比较有关是这个是。刚才那个是因为我们是活动的时候才有啦。那因为我们现场主要北投温泉博物馆嘛，还是一个以温泉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所以我们在现场就也设计了很多要怎么样把这个温泉文化知识能够介绍给观众朋友。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在现场也有透过一些互动的装置，可以让大家更亲近的了解这些温泉文化的历史。那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展间，就是我们把它跟北投温泉文化一个很相关的产业。对，就是温泉文化也带来了温泉产业的发展嘛，就是饭店啊，或是过去日本时期也有像料理亭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模拟的装置，然后搭配我们旁边历史故事的一些介绍，让大家更能够进入那个情境跟氛围这样子。是，你有推荐讲？囡仔还是厝里是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到阵来咱博物馆来佚佗。我们就在发想说，在我们北投的纳凉祭，就是这种大的活动里面啊，希望可以有一些大家大众，包含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那这个是我们去年纳凉祭的一个。北投冰果室，就是我们把北投温泉文化所有相关温泉乡的所有的特色都画成
图形，然后来做一个bingo。那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可以玩，然后现场只要做好就是一样，就是跟 bingo 玩法一样。然后他透过这个方式，他只要有同样的图形连线成功，我们就会有一些小礼物的赠送。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透过这些图形的展现啊，可以把我们北投的所有温泉乡里面的很多的宝物，不管是自然生态的还是文化类的，都能够借由这样一张小的图里面，就可以让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也很好理解，也很好做介绍，然后也可以有一些游戏的体验。是啊，除了还有静态这展览之外，跟我们这个动态这个活动呢？动态的活动的话，就是通常我们在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夏天的有纳凉季，那冬天我们管庆的活动的时候，都会有搭配很多像是市集啦，或者是我们因为跟社区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密，所以我们也会同时在那个时间邀请社区的很多的艺文团体、学校单位表演，一起来做演出这样子。哦，所以社区的团体也有来表演。是。北投的这个在地这个社区运动的团体。一直以来，因为温泉博物馆的成立，就是跟社区的动员北投里人哈。对，就是很有关系。然后，所以我们包括像我们秋天的时候的乐琴季，也是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陈明章老师的乐琴协会也有合作。是，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北投温泉博物馆就是很期待自己转型成博物馆之后，也可以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北投不仅是好山好水、有温泉的资源之外，我们更有的是你敢本身是北投人？不是，但是我以北投人为荣。哦，是，所以才会在那边工作跟生活其实是离不开的啦。在那个北投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觉。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吼，其实啦，一个博物馆内面吼有历史的，啊文化，啊嘛有在地吼，甲在地这个啊，包括就你的在地厝地，你的厝边头尾的关系，拢是斗阵的。好，但是我甲你讲，即摆要甲你介绍第三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完全无共款，哦，这真趣味。伊吼，阮去宜兰的时候哦，来个遮，所以哦较暗搞，吼较晚搞。来介绍吼，这是宜兰香港梦想博物馆的创办人啊，杨建平杨先生。是你好。杨先生，你甲咱讲吼，你这叫做疯狂梦想啊，香港梦想博物馆，迄是大家内面去内面做梦吗？还是什么物件？哦，囡仔来我家哦，拢会起笑。咋讲？因为哦，我家哦，全世界都是一个人有包容啊，哦，私人拥有。对，迄个人是台湾人啊。就是日本人。无唔对。剩咧7只拢是国家的啦。哦，所以讲欧洲的囡仔哦，想要看暴龙哦，是无机会啦。非洲嘛无机会啦。非洲嘛无机会吼。中东嘛无机会啦。中南美嘛无机会啦。澳洲嘛无机会啊！咱有时踮咧即个网架顶头看啦，啊无就去买模型啦，啊你家己创一只放在恁遐。对，阮遐有一只85%完整的。85%拢完整的，即骨架拢有找着啊。拢有，就是尾水哦。嘿，你看色水小可无共款咯。吼，85%啦哦。全世界上完整的都是苏省啦。啊，苏省伫芝加哥博物馆啦，美国啦，是95%，好，迄是无话讲的啦。哦，但85%嘛，真不简单。无简单，伫古生物学内底哦，你要是有80%哦，艺术就是100%啦。你隔了1亿年，你还期望什么？你还期望什么？你没有什么更大的期望了啦。哦，所以。但是，这个香港梦想，甲咱的这个暴龙有啥物关系呢？迄是我的梦想啦哦。我想要留一个物件，互阮这土地啦。哦，我感觉我做生意啊，没有意义啊，生命中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啊。哦，活的是白活的啊。
哦，你家己做生意有趁钱了，你感觉无意思。对，我感觉是我那生命要有意义哦，要做一些有理想的事情，是能够给后代留下好东西呀。比如说以后的小朋友，台湾小朋友他会知道那个鸟怎么来的。哦，听讲内面有一只迄个始祖鸟哈。哦，来底物件真济哦，我来底讲袂了的啦哦。讲迄个鸟啊吼，这鸟啊讲有当有 wishbone。对，表现讲，你也知影，我跟你讲哦，我有做功课啊。澳洲的查某囡仔哦，拢知影哦，迄个 wishbone 啊。台湾查某，台湾的囡仔拢唔知影啦。因为澳洲哦，因知影迄个 wishbone 哦，都是后摆哦变作鸟啊，变成鸟的一个证据。除了 DNA 以外，暴龙，最后它飞上天空啊。是它飞上天空，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所有的生物只有暴龙它飞上天空啊，什么长颈龙啊，什么翼龙啊都没有啦。那种像笨蛋啊，飞不起。你去我那里看你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暴龙会飞上天空啊？因为它这个腿的力量隔了1亿年它在奔跑的感觉啊，那个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非常激动啊！那个，除了小朋友可以学习到这个知识以外他还可以学习到为什么鸟类没有牙齿鸟类为什么没有牙齿？这是很神奇的啊！对，在我博物馆可以找到证据，小朋友可以去跟那个拿的手电筒去找证据，为什么鸟类都没有牙齿？有影咧，所以唔叫有根，叫有通啊来消化哇，你讲得多好诶！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化石是迄个小恐龙的化石伊的根内底拢石头啊。一粒石头啊！你讲你种你偌厉害咧！迄石头啊，大个石头拢同款，大小拢同款有几百个石头啊，细个石头啊，伊捡了足水的石头啊，所以讲伊食物件落去伫根内底洗练，要个消化。伊就烂死啊，伊都变得没有牙齿啊。小朋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我那里除了这个地质以外我知影你的博物馆内面嘛真济艺术品，这艺术品代表着人类的这个梦想以外，还有才情才华，甲伊的艺术的天分你甲咱小可了解一下，内面还有啥物艺术品？我的艺术品是真特别的，因为咱时间有限，你甲咱举一个例就会使。好，嘛爱甲写一个啊，观众朋友才塞车去到恁遐。就是讲我即摆讲话好啦，阮即摆讲台湾话对无？是，阮台湾话是安怎来的？我甲你讲，你讲台湾话是安怎来的？台湾话安怎来？对，你看看台湾话和韩国话是不是很相像？有的人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阿尔泰语。台湾话都是按怎来，我甲变做艺术品。我甲你举例甲你讲好啦。台湾话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真正的秘密，台湾小孩子太可怜了，你知道吗？他连我们现在讲普通话对不对？怎么来的他也不晓得。那么我们从普通话讲起好了。我们普通话英文叫 Mandarin，Mandarin 都是外国人拢知影啦，叫满大人呐。对，满大人里面我们讲的其实是满洲语，是，里面有些山东方言，
山东方言，就跟台语一样了。台语是唐朝的鲜卑人。鲜卑人是什么人呢？鲜卑人叫塞逼，鲜卑塞逼，鲜卑 Siberia， 塞逼的 area 区域，跟那个 Liberia、Moldavia、Colombia 都同样就是区域哦。那么那台语哦，其实真正的秘密哦，就是唐朝人哦来闽南哦来做生意哦，他做生意他就围了一些石头啊木头做的墙哦，那里面哦，让商人哦可以在里面交换啊，交换物品哦，那他需要语言沟通嘛，是，他语言沟通他就用那个唐朝的鲜卑语哦，它是多音节的是，哦，它的秘密就是它多音节哦，他们把它抽一个音出来，台语哦，就是那个时候泉州人好像我讲泉州人好了，把它抽一个音出来，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哦，这个是什么 ？bit 哦，对 bit 哦，第一关呢，唐朝的语言哦叫阿比亚，你的抽一个 bit， 哦，就变成泉州语，就等于是闽南语，那传到台湾就是台语嘛，对不对？对，那像那卡称啊，笨手啦，黑东西哦，白话，唐朝人叫他们说你讲的是白话，我猜想啊，白话啊是很恶毒的，你知道，就说你讲的话拢是白话。你讲的话拢无路用啦，你讲的都白讲的啦，你写不出来啦，所以你写不出来啦。所以尤先在你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吼，有你家己对人生的看法，对梦想吼，对着你生活世界，咱的语言、咱的历史文化包罗万象的哦。足侪秘密哦，我要给它转换成艺术品哦，所以我的艺术是天马行空的。因为我不是学院派的，我是流浪派的啊，流浪派，我在全世界流浪啊。所以吼，咱头先听到这个尤老师尤先生所讲的这个台语的这个渊源吼，那台语的研究者会当去到这个博物馆来甲尤先生来这个互相交流者理解一下吼。我听讲哦，尤先生你在这个博物馆内面也有做这个密室的逃脱，这个设计密室逃脱啊。对，我下暗有做密室逃脱，伫博物馆内底做密室逃脱。毋就做大惊奇，敢若电影安尼，也是讲一个空间。这个你甲人讲，咱观众朋友，因为我想吼，真侪青少年朋友吼，伊嘛放假的时阵无得去呢。对，因拢阮密室逃脱下暗的时候，对，迄是足神秘的。你看过迄个？博物馆惊魂，你有看过无？对啊。迄都像迄同款安尼，黑暗小，哇！但是这拢不是最重要的啦。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就在台湾，就在我们宝岛台湾，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我在我暴龙厅里面啊，我暴龙厅是可能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是前几名的。因为什么呢？我除了有暴龙以外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都是应该台湾的国宝了，那还有我有一个密室，那个密室里面哦，还有一个不能拍照，只能看的那比暴龙好100倍的东西，你要亲眼看到，你才会相信。所以咱节目当中袂当来宣布。你们老家秘密哦，观众朋友过来看上好，过来看上好。我跟你讲哦，迄是他推翻掉了Discovery 在5年前、6年前有一个电影哦，说暴龙是吃腐肉的吗？他整个把它推翻掉了。整个推翻掉了，你知道吗？整个把电影的那个暴龙的习性都推翻掉了。
所以就要到现场看，咱才会知影。对。那么呢，有先我要请教你吼，咱他两位吼，因所参与的这个博物馆，拢是公家机构的博物馆。啊，你是私人的博物馆哦，你私人的经营当中有感觉有啥物困难，还是讲必须爱你若鼓励讲，因为咱台湾的博物馆愈来愈多吼，那私人要办博物馆吼，你有鼓励无？还是讲要来做的时阵爱注意啥物代志？我甲你讲哦，嘿，你讲这哦，嘿，我也要甲开落去哦，嘿，我即马逐工食2顿啦。了解意思无？我也爱食3顿哦，我爱食3顿，我食袂啊。巴肚爱下起来啦，无简单啦，无简单吼。迄拢是的热情呐，对我们这个土地的奉献，知道？啊，所以平常时，尤其伫苏澳吼，咱坦白讲，假日的时阵人会较济，对，啊，若平常时是人较少。无毋对，吼，啊，你安怎来，安怎甲即个人数啊、边境啊，有通来交传，啊，互你的营运会当来较稳定，甲有其他的撇步，除了你来上咱的节目来做一寡宣传，互大家人理解以外，所以讲，阮袂当用真侪人啊，阮一个人哦，爱用3个人。校长兼讲经，我校长兼讲经兼煮饭，没有我是咧煮艺术的餐呐。我把这个餐变成艺术品了。所以你后咧一边也有咧创作，也有咧做导览，也有咧经营。对。哇，这私人博物馆有影无简单呢。即马讲起来哦，真正的艺术博物馆哦。其实，在台湾也不是很多啦，是，那也很辛苦啦，都很辛苦。在美国的话，如果你有一只暴龙哦，美国会帮你建一个博物馆。国外有人找我啊，他的建好的博物馆都准备给我。啊，你要老台湾？他带我去旁边一个海边哦，跟我说。你拿东西过来我这里，我前面这个地送给你，那你会多活5年。好，但你个记住啦，当然是啊，所以讲阮是很，所以我讲吼，观众朋友来甲有些甲拍婆啊吼，甲欧燕吼，啊来参观来理解。一个人不管是理解你无一定要对恐龙有兴趣，但是伊内面真正我甲你讲，你内面啥物物件都有啦，内面哦足精彩，啥物物件都有啦。你大人囡仔去吼，都当找到家己真趣味的代志，我会当安尼讲嘛。是哦，是。囡仔来偌欢喜的，你想看卖？欧洲囡仔拢看袂到啊。是。你去美国看，要票价，我记得票价是阮的3倍，阮遮的3倍。是。即另外我就要请教着2位吼，歹势互恁坐喺遮吼，要请教着即个廖经理吼。咱做公家的博物馆吼，他拄仔咱也讲过，恁真无爱连续假期，即安怎讲？连续假期就是人伤过集中啊，都是在同一个时段来。进入馆内啊，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古迹啊，古迹就一定有容流量。你高级，但是伊迄暴龙嘛是高级的，伊嘛会惊呢。那是人伤多，你嘛会惊哦。囡仔我欢喜的，我最近正在研究哦，为什么暴龙那么可怕，那么凶哦？为什么小孩子那么喜欢？我在研究这个问题啊。你有研究这个答案吗？当然有答案啦。我的答案你们来博物馆看就知道。足搞想的呢。但是我来请教到这个王老师吼，王老师，咱咧做这个公家，因为咱知影，你也有咧导览这个南故宫南院吼。
南院的这个展览内面，其实拢是艺术品，拢高困面啊，对，拢袂卡的啦。对。啊，你在这导览的过程当中吼，然后拄着这个囡仔，你安怎甲讲好这个理解像？要像创办人安尼吼，会当来讲甲安尼，哇，啊，佫会秘密，佫会神秘的，恁拢安怎来处理？各种的物件吼，大部分啦，拢会摆伫迄个柜子里面，吼。但是有某一寡展件，譬如讲石雕，像阮的佛教展厅，吼，阮有一尊迄个西元2世纪的弥勒菩萨，是，吼。啊，即马迄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伊咧闭馆整修，伊有一寡展件寄咧阮遐，啊，寄咧阮遮，阮无甲你收钱，无你嘛摕出来甲阮分享，所以阮有甲伊垫起来，叫做9层塔。啊，阮会为红龙，啊，阮的红，因为阮高中有一个好处，就是阮的保全真济，伊一个厅拢几来保全。嘿，阮无，阮这国家的，迄个国家就是安尼。啊，安尼话，但是因为我家己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所以我的观念是，我若带着学生团，我若囡仔若讲规矩无有一寡失控，我会讲，咱今仔日毋是出来佚佗尔，咱嘛是要出来学习教育。哦，你身躯顶穿的是恁学校的制服，你代表是你即个学校，吼，啊，恁爱甲学校顾民主。所以咱参观博物馆有啥物规矩，因就会，即摆囡仔拍不离啊乖咧，啊是会当控制。啊，阮对主要阮的维护吼，阮的红龙吼，你若手揪入，伊就开始叫啊。哦，啊，都有一个警示作用，嘿，对。但是我看温泉博物馆都无可能有这种物件，伊迄是古迹的所在，本身你要甲牵线创啥，拢真侪限制伫的呢。对，包括阮做展览嘛是袂当用钉啊，啥，阮拢完全袂当用钉啊。系啊，阮拢爱想一寡方法，看是用块，还是用啥物方式甲伊营业吼。嘿啊，甲伊固定啊嘛，无法度用钉啊。啊，过来就是因为什么讲年假期有当时啊，人潮过度集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负担，是吧？因为我们是前身既然是公共浴场，也希望大家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浴场的氛围，所以我们需要换穿拖鞋，所以我们的鞋柜还保留了那种日本时期的那种日式鞋柜，我们的锁是那种木头锁，那每一个锁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都需要第一线的志工老师们他们一个对去指导，那希望说让进来的游客们都可以感受到说，你进来这是一个浴场，所以你需要脱鞋子、换鞋子，换成室内拖鞋，然后慢慢的走进去到大广间榻榻米休息，然后到大浴场看一下以前大浴场的那种泡汤的样子，因为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一整天都可以在这里的休闲，所以就是希望可以体验北投这种慢活的氛围。所以人过度集中的时候，人就会着急嘛，那就会心情可能就因为要等。导览嘛是真麻烦。对，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周末假日没有办法开放导览，我们的导览都是在平日定时。那也刚好是说，现在因为疫情比较回温，很多学校团体的这种校外教学都是在平日，所以也让就是说大家这样可以做一个分流啦。比如说我们平日就可以做好这种教育推广的学校的这种导览的工作，那假日的话我们就专心的服务这些可能远道而来或者是附近对专程来到北投温泉博物馆的人这样子，那可以做一个分流这样。如果过度集中，周末假日又有散客，然后又有团体出游，其实对我们来讲承载量是一个负担。物件嘛会歹去呢吼，王老师敢有拄到这种情形？嘛是会有啦，但是伫个故宫较无这个情形。阮伫个嘉义有感觉吼，因拢是一寡建筑物留落来嘛。阮的展件吼，阮有一个撇步，阮摆的是迄个复制品。譬如讲吼，日本的建筑有一种叫做洞闸。就是讲，咱台湾的厝啦，公共建筑啦起好的是有一个上梁仪式，对无？因毋是厝啦起好的是伫个屋梁的正上方也挂一块木板的牌啊，写即个建筑物的名称、主管的名称，重点是伊有年月日。所以阮若发现伊的是，你就知影讲，即栋当时起的，免过去并建筑图集。但是，阮本来嘛就烦恼呢，因为阮志工爱带团爱。顾大家秩序啊！我想你若无小心，迄个背包客歹咧吼，若加咧怎炸等于阮就头疼。后来玉芳有甲讲，这可比的啦，咱内面还佫几啊块。但是原来拢是假。但是它是很100%的神似啦。
吼，因为茶的物件嘛，吼，啊是你就知伊看着较新，你就知讲，哎，这可能毋是我来的。观众朋友讲吼，这互物件留伫原在吼上好，尤其哦，尤其你遐物件拢真的哦。我的物件，我的化石厅内底哦，哈，70%到80%拢真的。正港的真的，70%到80%拢真的。对。啊，那20%是复制。复制，但是我内底70%、80%内底有50%拢是艺术品。哇！即马拍卖公司哦，像咧保利啊，迄全世界拍卖公司哦，艺术品是最高价的，没有话讲哦。我嗅到了新的人类啊，未来的人类哦，真正最有价值的哦，就是化石的上帝亲手做的艺术品。在2亿年前、3亿年前，上帝亲手做的那个艺术品，角度来看这画就太激动了，对我里面大部分都是艺术品，啊，你这拢去倒位收集来呢？去拍卖市场买，还是爱去美国当地去捡？我无遐尼有钱啊，我拢真辛苦从来的啦，无简单的，但是拢是合法的哦。拢是有缴税的，拢是安尼。是，我唔是要甲你讲。对，我是讲，我拢观众朋友来问讲，我拢有进口报单的啦，拢是规规矩矩的，你做这个博物馆，得开始想法，一直到落成，你开偌济时间？哇，还是到即摆还未完成安尼？半条命啊！半条命啦，偌侪年，哇，30档上少，30档的时间，是，所以吼，上要5分钟吼，我有3位吼，每一个人上要讲一段吼，对着你，尤其是王老师，你3个所在咧做导览嘛吼，你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唔那是连续假期，平常日。嘛会当来行看看，啊要看啥物，要想啥物，咱吼3个人上好要5分钟来拜托王老师。来，阮故宫南院吼，65岁以上，普通是免钱，假日半价，安尼会晓算的就知影，普通是爱来啊，吼，莫假日来甲人客。是。啊，若学生只要你有学籍，中华民国合法的学籍，拢免钱。是。其实我所去的这3位所在吼，阮的消耗容量有较大，吼，从故宫吼概括嘛。当然你若做入来时，买导览的时，阮的志工安尼练出来吼，嘛是一身的功力呢。阮的展厅有当学生入来10团，啊，拢一定为3楼去哩对啊，阮嘛足够闪的。阮的行销间第3间，啊，再过等下第2间，阮拢家己拢足有默契的。啊，比如讲，像我拄仔听迄个有馆长咧讲的吼，阮就欣赏。我插一句话，阮其实阮骨感吼，阮嘛有办啥物活动，阮的边仔有一个配合的叫做田野学校，伊嘛咧办实境解谜的游戏，是，伊毋是解谜，伊的是叫做实境的这个是体验，因为阮伫个2010年的时，阮无年底阮办一个台湾设计展第2届。就是田野学校吼，伊就甲伊承包起来，伊甲旧监狱设计成青年旅店。是，所以做者少年了排队上网，去排队。我看到一个师傅穿伊的师傅服装，伊嘛去排队要体验去红关。我想感觉，这嘛是一个足好的。阮来当甲有团长因这边吼研究者，看什么人有才来为这世间的干嘛内底可以实境的脱逃。这可能袂使公开啊！感觉密室脱逃啦，搬来甲迄个骨感啦，嘛是比较趣味哦。有做嘛？你这样想看卖来，廖经理。好，
就是北投温泉乡是百年温泉乡，那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不是只有在北投温泉博物馆。那我们在以北投温泉博物馆的四周都有很多，我们都是免收费的一个艺文馆所。那比如说我们旁边有北投梅亭，还有跟我们关系也很密切的新北投车站，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期间可以到我们北投温泉乡。很推荐连假期间哦。推荐连假期间散客的部分呢，可以在这段时间哦。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馆所都在周围，那可以做一些人流的分散。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还可以处理的部分。是，所以对。我们那里礼拜3是公休哦，大家注意哦，拜3是公休哦。平常是9点到下午5点。好。其实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来了2、3趟、3、4趟。回头可以真多。所以说台湾的。大部分的学生啊，知识分子啊，很喜欢我那里，尤其外国人更喜欢。我相信，等到这个疫情过后的话，我想尤其日本人会更喜欢。哦，尤其日本人老唱歌啊，老了真侪看播吼，秘密哦，拢留伫现场哦，观众朋友吼，大家。